家好，欢迎收看《台湾名人堂》，我是林一如。台湾名人堂告诉你有故事的人，有意义的事。您喜欢看歌仔戏吗？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您绝对不能够错过，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陈雅兰小姐。那么讲到陈雅兰呢，还有这个杨丽花这对师徒，相信呢就是观众朋友是耳熟能详，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台视的观众朋友啊，一定是这个杨丽花歌仔戏的死忠粉丝。那今天呢，就是陈雅兰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她不只是要来跟我们聊这个精彩的歌仔戏哦，那么更重要的是，她在这个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创团大戏《牛郎织女》又回来了，而且这回呢是来到了高雄。我们欢迎雅兰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一如好，大家好，回来台视好亲切哦，真的，好像回娘家。因为我北上的加入演艺圈的第一部戏就是在台视演《韩信》，那时候我演钟离妹，一个武将，对。所以这个就是像娘家一样。对啊，所以觉得好亲切哦，看到大家都好像自己人一样。哦，所以我们的这个棚啊，或者是我们的摄影师，很多工作人员，或许你都还认识了。对。那雅兰姐，就是你这次也要带来这个创团大戏，其实2年前就已经在台北表演过的这个《牛郎织女》哦。讲到《牛郎织女》啊，想先跟这个雅兰姐请教一下，就是听说台语好像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念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啊？你觉得是什么念法？你念给我听听。可是因为我的台语真的是很破啊。没关系，我们趁这个机会，大家互相校对一下。真的不知道怎么念嘞，所以要牛会讲吧？牛是不是？对呀。嘿，牛。最后一个字会讲吧？力是不是？哦，对，就有人讲力，有人讲路。好，这腔调的问题。有人讲牛能记路，有人讲牛龙记路。哦，有人跟龙的讲法。龙就是龙君嘛，龙。我讲你若是给姓张的张龙啊，当然国语就不好听嘛，国语就叫蟑螂，蟑螂就不好听嘛。差一个字差很多。龙是咧较文言文，对啊，牛能也可以，对，牛能记录就是讲，一乡一乡啦，离乡无离乡，有的人伫这乡讲的话，比如讲宜兰讲食饭配卤卵，朋友就讲，愈长啊，愈骨肚啊，愈敢行流来，所以这是腔调上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所以就是说不一定啦，因为每一个乡里可能之间每个地区的口音有点不同，所以大家讲只要顺就好了。对，其实讲到这个口音，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小时候就在澎湖长大，我的朋友出席，然后朋友就有 Q， 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不懂啊，你听得懂吗？不知道。你别去读，你要去哪里？所以他有一个人工嗨高音。对。然后10岁以后呢，我又搬来台南，跟着我爸爸的剧团搬来台南，然后大家就笑我，哎呀，怎么讲话那么奇怪啊？怎么如果懂啊？大家都听不懂，那小朋友就笑我。对。那就好吧，那我们来改吧。好，那就改成台南腔咯。台南腔改完了之后，接着杨丽花小姐找我去台北，然后我就开始在他们面前都讲台南腔，1、2、3、4叫技能沙喜，然后结果呢，台南叫做优离沙喜。所以又不一样了。然后东西拿来叫做物件，台北讲你物件给我摕来，可是台南说物件给我下来，摕来。杨丽花小姐就说：“你这样不行哦，你演大将军，然后一下都不去读啊，你物件给我下来。”所以那个时候的歌仔戏在台北，像在台视演的那个时候，讲的应该都是北部腔，是不是？对，应该比较大众腔，大众腔。对，除非说你演的是丑角，可以有特殊的味道。你别个知道哦，你就很有丑角的感觉。可是你演大将军，你演一个皇帝，一出门。扇子一打开，你就怪怪的，没有威严嘛。对，所以还是要看不同的角色，可能有不同的诠释方法。对，然后就每搬一个地方，就把自己的腔调再改过，再改过。对，所以现在改到最后，就是全台湾各地的腔调，雅兰姐你都很精通了。大概啦，没有办法说那么精通了，但是大概都知道。那这次啊，其实就是2年前这个《牛郎织女》已经在台北演出过了，那时候得到了很棒的回响。那很多的观众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用了很多新的科技，好像跟以前传统上我们看到的野台戏或者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歌仔戏都不一样。那这个这次在高雄是不是又跟2年前在台北又不一样了？
其实当时2年前我挑了这个牛郎织女的戏码的时候，当我的创团第一部的作品，其实杨丽花不是很赞成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牛郎织女的故事非常的简短，大家都知道牛郎跟织女到1年1次搭起鹊桥才会相见，很简短的故事。可是呢，因为在七夕的时候，我想要演一个爱情故事，那只能演牛郎织女。他在被我逼迫之下，只好说好吧，那你如果要演，那可以。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元素，就是天上人间。那歌仔戏当时2年前没有这么的跟电脑科技结合，他把这个戏弄成了舞台电影化，所以他这出戏呢担任我的艺术总监跟总导演。所以其实那时候风评那么好，让大家觉得说哇，歌仔戏可以做到跟科技结合的这么的完美，一切的功劳都是杨丽花小姐。那我们只是把分内的事情、分内的戏做好。那这次要到高雄去，因为这个电脑科技，我们会再稍微微调，因为其实天上人间的，当时我们还在台视的摄影棚拍这些天上人间的，那要事先预录的，很多人先录好的，对，很多人觉得说。你是头壳歹去哦，舞台剧都咧无趁钱啊，你搁开一个棚这大的，这个来吊钢丝，然后还要再找很多摄影师啊，还要开一个棚啊来拍，但是为了创新。然后为了让歌仔戏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迈进，所以我们钱就这样花下去。杨丽花分文未取，所以这次到高雄，我觉得只是一个微调，然后在戏服上我们有做一些更动。哦，这次就是雅兰姐带来了2套非常美丽的戏服。那在您身旁的这一套，看起来应该就是牛郎的戏服了，对不对？这一套是。牛郎的谢幕服，谢幕服，对，其实牛郎的身份没有这么的华丽啦，但是因为谢幕，我们歌仔戏很特别的，就是谢幕，你一定要穿得很华丽，观众一看到你就哇，眼睛一亮，对，对，所以呢，这次呢，我们就把牛郎跟织女的谢幕服通通重新再做。哦，所以这套其实不是这一次观众会看到，而是2年前的。对哦，所以你这个节目看到是最后一次看到它哦，所以接下来它就要被收藏起来了。对，哇，你看它这个上面好细哦，它其实都是手工下去缝上去的，对不对？一针一线，它还超长，你在台上要耍开它，还要有一点力道。这个衣服大概几公斤啊？您穿上去的时候，我是没有试过啦，因为那时候都很着急的在穿衣服，对，那也没有不觉得它重，因为一上台就忘我了，就忘记了，对，没有仔细去称过了。那除了说谢幕服，我跟织女我们2个会重新再做，做得非常漂亮。我们的也算国宝级的服装师，他常常都在做我们歌仔戏的戏服，他这次又有另外一个创新，又把我们的谢幕服做得很漂亮。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4位仙女的洗澡服。哦，仙女还有洗澡服。我们2年前在国父纪念馆有一场织女，有4位仙女下去洗温泉。是。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歌仔戏的观众可能比较保守，那就让他们穿着衣服洗好了。哎，那这个桥段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洗温泉？就是要营造一个仙境的感觉吗？没有，他们是下凡来下凡来洗温泉，结果只留下织女被牛郎看见。那牛郎是忠厚老实的放牛小孩，对，他觉得看到人家的女孩子的玉体了，必须要负责任，所以就很忠实的，就是一定要娶织女为妻。对，就是看到她洗澡。是。可是我们2年前洗澡穿着衣服洗澡，很多观众说：“哎呀，那我让他请纱来洗哭哎。”那个时候穿什么洗啊？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穿白色素服嘛，白色的素服。想说这样只是代表性就可以了嘛，结果观众很不满意。他说穿着戏服洗澡。不刺激，不 OK，所以我这次就非常刺激。哦，怎么说？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嘛，一点点，不用全部透露。可能，
不该看的看不到以外，其他都看到了。哦，真的哦，所以是有点像大陆的武媚娘那样的尺度吗？好像该遮的地方遮掉以外，其他可能都看得到啊。哦，所以这又不是我穿。哇，那这样子演那个就是仙女下凡的这个就是表演者，他们可能就是这次要尝试一个比较不同的打扮扮相了。对呀，可是我怕他们会砍不了，你现在先不要跟他们讲。先不要讲，对不对？那雅兰姐这个另外一套哦，这个我觉得很特别，这个看起来有点不像是我们一般会看到的那个歌仔戏的传统戏服，它反而会让我联想到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有没有比较西洋浪漫的风格？因为我们蔡老师觉得说，这出戏是一个比较同乐会的戏，然后他知道我3、4年前有做一部歌仔戏，有很多年轻的观众，那他觉得说，年轻的观众就要有一点新鲜的感觉啊，就是有一点洋化的感觉，所以就没有用传统的方式去做织女的戏服，尤其她是仙女嘛。那仙女你也不知道以前仙女穿什么衣服嘛，所以她就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那牛郎就不行，牛郎就一定要穿朴素一点啊，很像在放牛的，所以她的织女就会有像这样的作品。了解。所以就是在这个服装上，还有舞台设计上，我们都会看到，就是每一次都是处处的都有不同的创意，希望能够带给观众惊喜。其实大家也觉得说，这个雅兰姐跟杨团长之间的这个认识的过程，其实也是让大家觉得津津乐道的。因为像这个就是花姐她当年就是已经算是这个当红的一线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员，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就是注意到雅兰姐，然后听说她打了一通很关键的电话给你，对不对？他当初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还在我们自己南部的剧团演出，然后那时候我有改一个艺名，哇，也更加流行，改一个艺名叫陈美如。美如，对，哦，美丽的美，如果的如。对，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请问美如有爹不？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演小生。我也很阿莎里的回答说，我就是咱都有被吹，有很像南部腔嘛。然后他说我杨蕾花，还好那时候没有诈骗集团。对啊，不然大家一定会，你可能会想说，会不会有人开玩笑？对，我想说，可能是不是诈骗集团？我就说哦，然后呢，他后来在讲什么，我大约是都不记得了啦。因为可能吓到，因为虽然说没有跟他亲近过，但是毕竟他的威名显赫，然后我的房间也都有贴他的照片，还有凤飞飞，还有林青霞，偶像之一。当时他们3个是我的偶像，所以那时候听到杨丽花那3个字以后，后面就一片空白。然后到我清醒的时候，我已经坐着游览车，跟我爸爸妈妈已经到了台北车站。我中间在干嘛？我真的是到现在那时候就有记者问我了，我就想不起来了，何况已经隔那么多年，真的我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就跟着我爸爸走这样。所以花姐是邀请你到台北跟他见个面。对。所以接下来就是你真的都忘了，你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上台北就对了。对，然后到他的天母家去，然后那时候他在出外景，也是拍我们台视歌仔戏《韩信》，然后我们就在家里等。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开了一辆红色的 Porsche， 哇，然后全身穿红的，红的跟灰色的，然后戴一个鸭舌帽，然后从那个小跑车开门出来，我就说，哎呦天哪，怎么天底下怎么这么帅的人啊？好帅哦，对啊，然后接下来我好像也没跟他讲过话。真的吗？可是他就是要来见你啊！就跟爸爸妈妈聊。所以那时候花姐她是希望你可以加入她的剧团。对。那个时候爸妈放心吗？我爸爸妈妈虽然那时候我已经是家里的台柱，但是我觉得我爸爸他们还是有眼光啊，还是眼光放得比较远一点，就是希望说我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就把我留在台北。可是那个时候，你也是一个年轻女孩嘛，一个人只身在台北，相信爸妈也是有点不放心。所以花姐是不是那时候就很阿莎里的说那没有关系，就是跟他一起住就可以了？对，就住在他们家。我觉得他
就不设防，他也不想说把这个南部来的小孩子。你就随便把他留在家里。其实有一个潜力啦，就是他们第一期有一位学生叫潘丽丽，潘丽丽也是台东来的。那时候他们在集训的时候，也是潘丽丽也是没有地方住，所以他也是请他来住家里。等到一阵子结训了之后，他才让他自己搬出去住，好像还有介绍亲戚让他住家里。所以他是非常关心照顾我们这些学生。那我是第一期跟第二期的中间进来的，所以我当时住进来的时候，潘丽丽已经搬出去了。那我住进来也是一阵子，等到我要独挑大梁的时候，他就还怕我说我没有地方住啊，然后就帮我介绍干妈，就是我们金家庄的2位干妈，就让我认他们做干妈，然后去住他们家楼上，然后要吃饭的时候到楼下餐厅来住。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杨丽花，就是她从一开始我踏入圈子以后，她就。我觉得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包括潘丽丽也是。很多他们那一期的学生没有工作的，他也是介绍他餐厅，一面打工，然后一面学歌仔戏。他处处都很关心他身边的人，所以他有今天的成就，真的不是偶然。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荧幕上认识的花姐，就觉得她这个豪气万千哦，她演的小生都好潇洒。对，那但是听您这样讲，因为你们私底下都称呼她是阿姨，对不对？杨阿姨，那其实就是很亲切。那她私底下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吗？对，很照顾人吗？对。就是像我们这些学生啊，他不是只教你演戏，他还教你做人的道理。真的。对，他会告诉你走到哪里，或者是碰到什么事情，他会告诉你说，哎，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这个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是一个亦师亦友、亦母亦姐的角色。有没有什么让雅兰姐印象真的很深刻的，就是真的是可能是杨团长做过让你觉得真的是很就甘心、很感动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的表演形象都很在意，可是只要我们这些学生站在舞台上，站在摄影棚里面跟他同一场戏，他居然会忘记自己要演戏耶！他眼睛就一直看着我们，然后导播 take 跳他的时候，他就这样，然后导播以为他在做表情，其实不是，他是太注意我们了。对，然后回去播出的时候，我们播出都会自己。他会找我们来在电视机前看。我每次如果刚开始的时候看电视有我出来，我就这样，想说那个是我吗？怎么会这样？会不敢看，不敢看。他就说你自己都不敢看了，你还想叫谁看？就叫我们要看。然后我们就常常这样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他，你说要秀，我来不来演你，我来看啥？我在看你呐，他自己忘记演戏了，他就是在观察你们。对，要不然你看他电视电影都演这么多了，怎么可能？你现在说亮红灯，绝对是跳我的特写。对，这样我们余光就都看得到。对，他更加是老练，他怎么可能导播跳他都不知道？对，是他太关心我们这些学生。所以他真的就是有时候把自己的学生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哇，所以就是这个可能是我们平常不晓得的这个杨团长的另外一面哦。还有一个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名字雅兰也是好像也是花姐帮您取的，对不对？对，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个故事。他说你叫陈美如，迄内底一个纪丽如都有够如的啊，你要搁如惨的，袂使，我给你改名。我讲好，我要改什么名？伊讲我就爱看一个英国的男星，叫做亚兰德伦。无你叫陈亚兰好啊？我想讲好啊，就南部来的囡仔，就讲好啊。伊也唔是为咱，伊是为咱好，也唔是要做歹啊。所以就伊若讲啥，我就好啊，我乖。哇雅兰姐，你那个时候有看过亚兰德伦的电影吗？或者是看过他的照片？看过他照片，很帅，双下巴就很帅，很帅的一个人。对，要让杨丽花欣赏的明星也不多哎。对啊，他那个时候听说是法国的当红小生哎。对，
哇，所以就是他是法国还是英国啊？应该是法国哦。对，他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演了很多，他还有来过台湾参加什么金马奖之类的。是哦，他那时候很红，所以就是那个花姐也是很欣赏他。对，他希望我是一个要演男的，就要很有性格的感觉。哦，对，他也是个性格小生，所以这中间有一些可能是花姐对你的期许就对了。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野台戏太阳太大了，我就这样下来就不得了了啊！爸爸就生气了。他以前听说还会把人家吊起来打，那可能是我是他女儿，他不好意思吊我。哦。其实这个花姐是在您20岁的时候左右嘛，打电话给您，邀请您到台北来参加她的剧团。但是其实雅兰姐接触歌仔戏真的是很早很早，对不对？听说就是你应该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就开始听歌仔戏了。对，因为我们是歌仔戏世家，爸爸以前就有团，他爸爸的团连杨丽花妈妈都知道。就是那时候也小有知名度，可是到后来呢，因为电影的兴起，所以就很多歌仔戏团就到野台去演出，然后我父亲也是带着我妈妈这样子，然后就还有我跟我哥哥我哥哥跟我哥哥先，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情形，在我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情形，大概已经快接近到野台戏了。哦，所以妈妈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她有登台吗？还是有哦，所以她照样演出就对了。对，而且每个团的配备人员配备都差不多，所以也容不得你休息，可以休息。哇，而且妈妈那个时候都是演关公，对不对？她都演花脸比较多。哦，她都演花脸。对，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演小生嘛。那妈妈因为是团长的太太，所以她什么都演。她什么都演。对，那花脸可能就没有人演，然后她就去特别学习。其实女生演花脸很少。哦，所以妈妈基本上是什么样的角色，她都能够掌握跟诠释，全能的。在我看是这样子，她也演过小生，也演过小丑。我特别喜欢看她演小丑。为什么？不知道她演小丑很灵活，很好玩，很有趣味，就对了。对。那雅兰姐，你是从最小你有记忆几岁就开始登台演出？我好像3、4岁的时候吧，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歌仔戏有转型，比如说从内台到野台。那内台有一段时间是有的是骂声，有的是录音没骂声，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场唱，现场就是我们本人唱。那录音就是放录音带，那时候好像有一阵子有一个放录音带的，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这样。那有一个大人演小孩。那时候反正都是成人在演嘛，他也可以演妈妈，也可以演什么，也可以演小孩。那突然间肚子痛，那没有人演小孩啊。那我都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的团四处跑嘛。那结果没有人演小孩，那他都肚子痛，不然抓我上去好了。那我都在旁边看他们我妈妈是事后有说，奇怪，因为录音带是死的嘛，反正。他可能这个小孩子跑到文场的，跑到那个角落叫妈妈，然后再跑到那个角落还要再叫妈妈，然后完了以后他有一个锣鼓点，这个小孩就要下去。他这个是死的，是不能剪接的，也不能说像说我们旁边有锣鼓的，我可以跟着你，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配合的刚刚好。哦，对，可能是我常常在旁边看吧，然后他就说，你看。你就是有演戏的命哦，有天分，有演戏的命。对，就是你看那嘟嘟啊后，你那也想听歌改，就是怎么会听那个录音带的锣鼓点就会下来。对，所以那时候就有上台演过。哦，听说父亲的管教是比较严格的。对，他以前当过宪兵，所以他管理团员的时候就当宪兵在管。真的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分享吗？可是就是你只要动作有错误，他虽然不会演戏，
但是他会告诉你，别人我是不知道啦。像我在舞台上演戏，后来我演小生的时候，我就扇子一打开，然后就这样，因为在野台戏很热嘛，我们扇子一打开一定是这样子，这叫蚊声，蚊的小书生。然后因为太热了，野台戏太阳太大了，我就这样下来就不得了了啊！爸爸就生气了，那以前听说还会把人家吊起来打。那可能是我是他女儿，他不好意思吊我。哦，就是对于这个戏团里头、剧团里头的成员，如果他觉得他的演出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对，可能他就会很严格的去责备对方。对。哦，那所以在爸爸这样子的带领之下，你们的这个剧团应该也是在当时闯出名号，也是很有名的。对，就是所以我说杨丽花她妈妈当时都知道我父亲那个剧团，他清一色的就是宝银社少女歌仔戏团、歌剧团，那清一色都是18岁的女孩子，所以大家都，然后出场的时候要吹什么。西洋乐器，然后你只要吹走音或者是怎么样下来你就惨，而且我爸爸会喝酒，有一点喝酒，下来大家就惨了啊，头家啉烧酒啊，快紧来避开。哇，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严格，就对了。那雅兰姐，您读一读书之后，后来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又回去登台了？因为我读到国中毕业的时候，因为家里面缺人手。那尤其我爸爸也觉得说女孩子不用读太多书，所以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就在就业班了，就没有到升学班。那就业班去纺织工厂做1天的工，结果我容易过敏，因为纺织工厂很多那个棉絮。对，所以毕业以后呢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爸爸就说好，那你如果不去工作的话，那你就要到戏团来，因为我爸爸喜欢住庙边，那庙边很多。有的没有的，就有一些人比较复杂啦，所以他就说那我要把你带在身边。我说不要，那我要去学美容。结果好巧不巧，就是我们那时候台南有一家很有名的美容学校，刚好那一天也不招生。哦，这么巧。对，那说好，所以我只好鼻子摸着，而且我爸爸又那么凶，我又不敢违抗，那只好跟着团。但是我跟着我不想学。所以你那个时候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对啊，因为以前就不懂事嘛，就觉得说好像人家说还有歌仔戏的演员好像不是怎么高尚啊。当然杨丽花就另当别论所以我就不喜欢带同学到家里来，那都不然让人家知道我们家是演歌仔戏的，所以也不想接触歌仔戏。那但是后来被爸爸说不行，一定要带在身边，那我只好跟着。所以那时候都演罗罗，就是带枪我就带枪，带刀我就带刀，反正我就死不开口说话，反正你叫我来我就来嘛。对啊，然后就蹲在旁边看戏，这样看了半年吧。半年的时候，就后来就缺人手，缺人手，我看对，就看爸爸妈妈好像这半年以来看得出来他们很辛苦，对，因为团很多，竞争也很强，那有一些团员可能会跑来跑去的，让家里没有人手，那我就跟妈妈说，好吧，那你就派一个角色让我演吧，这样子，我妈妈就很开心，就说好吧，那你就跟着，好。反正没开口说过话，也没唱过歌，他也不敢随便派一个角色给你，那你就演女的，4个一起出去，那也比较安全。可是呢，你知道歌仔戏的小旦都是这样，然后突然间有一个这样子的因为我很高太突出了。对，那大家大概都是150几、160，那只有一个166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说啊，好吧，先学习一个胆量，然后那时候就想说上台的胆量，对，然后就开始要什么，我也是跟妈妈一样，什么角色都要演，因为没办法，你是团长的女儿，就什么都要演，然后就后来也是小生，好像有一些希望薪资有调整啊，然后可能在收支上不能平衡，所以反正就自己的团。爸爸就
叫我起来演小生。哦，就让你去挑大梁演小生了。那都是固定的戏码啦。你叫我那时候演活戏，我可能还没办法，因为才学个2年。对，那雅兰姐，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您刚刚讲说，其实你一开始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也实在是被逼的没办法，只好留在团里。但是你真正爱上演歌仔戏，你真的开始享受，你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棒的工作，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加入杨丽花歌仔戏哦，真的。对，那时候看她跟许秀年在演戏，我说，哇，怎么这么好看？然后我看了她在对歌仔戏的钻研，还有对歌仔戏的文化，还有大家讲出来的语言，然后跟所有这个环境，那我觉得说歌仔戏是一个非常值得保留的。那我很有幸就是。歌仔戏就是我的根，那我会觉得歌仔戏这么美的东西，尤其杨丽花唱的这么好，小凤仙也是，许秀年也是，他们怎么这么厉害啊？大家都唱得很好，然后一个整体的素质都非常的好。那我觉得，那时候才会觉得说，歌仔戏我当时真的是看错了，当然那时候我说不懂事，然后后来渐渐了解歌仔戏的美之后，我就很enjoy在这份工作里面。所以也可以说是花姐帮你开了另外不同的眼界，对不对？让你看到歌仔戏的博大精深，还有它美的地方。对，我有看有几个团体呢，有一点点把歌仔戏的味道跑掉了，很多就是他已经认为他可以当老师了，其实是在误人子弟。假波沙被硬才都会囧谁天呢？这种你知道自己的根基不够的，最好是不要出来教学生。其实就是我们讲到说歌仔戏啊，就是这个在野台戏的部分跟这个在电视的演出应该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个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你来说这2个的挑战分别不同在哪里？那可以请导播给我特写吗？哦，特来了，这个是电视的演法。这是电视的演法，这是舞台剧的演法。哦，动作要大，对不对？对，所以你舞台剧的演法，你在电视上演，你的手就不见了。哦，因为出框了。对，除非你现在跳松的，我配合。对，那你野台戏，你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后面的观众看不到。动作你要非常夸张。对，那可是你电视你就在这里的时候，你可能在跳你特写的时候，也只能在手里面只能做到这里。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在妆的部分应该也是吧，就是电视的妆是不是也比较细腻一点？对。然后在舞台的上面也是要画的比较浓。对，颜色要比较夸张一点。所以我们的戏服在舞台上可能就会有这么多亮片，它可能打光的时候就会有亮片，但是我们电视。越朴素的衣服在电视上显得越漂亮哦，所以这2个有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在这个演歌仔戏的生涯当中，您觉得说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就是最需要付出或者是最辛苦的部分在哪里？我觉得欢喜走甘晚修啦。当然，你要演歌仔戏的时候，你必须从基本功。有时候大家说练基本功就很辛苦，但是你想成就当一个好的演员。专业的演员，你就必须要把基本功扎实。基本功大概有哪一些啊？基本功就蹲马步啊，打枪啊，那个武打动作啊。当然，因为如果从小练才会翻嘛。对，你不是从小练的都不会翻，还要劈腿，学劈腿。对，那有那种要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练功那样子吗？有啊。你如果从小就踏进歌仔戏团就要，那我们都10几岁了就没有办法翻了。对，如果要翻要很吃力啦。那时候那个阶段会觉得说，比较辛苦的是，在学习的时候是那个早上起来练功那个很辛苦。那到电视的时候呢，是中午的时候出外景晒太阳，那很辛苦。因为穿太厚了。对。然后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比较辛苦跟比较感叹的是传承。对，因为你传承不只是传承歌仔戏的专业演员，还有观众也要传承。还有最重要的是精神
精神？因为我现在看很多人把这个就是在剧场上演歌仔戏，大家都演得很好，但是我有看有几个团体呢，有一点点把歌仔戏的味道跑掉了。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新徛北北走三关，该往寿一回中关。放下西凉波浪灌，一心被吹红波穿。这个歌仔戏的国歌大家都知道，可是它4句28个字，它可以阐述一件事情，就是薛平贵心急如焚的要回来看18年前的老婆，然后他离开另外一个小三，然后这28个字就可以形容。可是现在有一些，就是他会把一句可能20几个字，然后4句。再乘以100多个字才能形容一件事讲的比较繁复一点了，对不对？讲的很复杂，就是没有功夫了这个功夫就不见了。那有一些4句他唱成5句，4句他唱3句，这个也都是走位了。最重要的是这一点。那我希望说把歌仔戏那种精神，还有那种修为，还有他以前所传下来的很正规的东西，都能再把它传承下去。雅兰姐，那像这个歌仔戏，其实这样代代传下来为什么到现在会发生这种偏掉了，或者是走位、味道跑掉的这个状况啊？你觉得？我觉得就是编剧人才也缺乏，然后有很多很多。就是他已经认为他可以当老师了，其实是在误人子弟。就是自己的功夫没有那么扎实，但是就出来教了。对。这种状况很多。对，所以才会让歌仔戏有一点跑掉。当然，认真的懂的还是很多。那我希望说，认真懂的人，大家都可以出来，好好的教导下一代千万不要学假波沙杯硬才怎么讲谁听？这种你知道自己的根基不够的，最好是不要出来教学生。对，然后还有观众也是，就是好像以前杨丽花歌仔戏的时候啊，你看都是阿嬷带着小孩，对，所以现在小孩由我们来接收了，这些小孩变成都是我们的戏迷。是，但是这些小孩现在已经长大了嘛？对，那小孩的小孩，对，所以这些小孩，我觉得也要让他接触跟了解歌仔戏，因为歌仔戏到最后拍人一点爱戏啦，然后绝对不会有劈腿啦，绝对不会有乱伦啦，绝对不会杀父母啦。当然，杀父母可能会有一个桥段，但是他最后呢，还是会得到一个惩罚，对不对？而且他不会离谱到像现在的那个很多8点档，也是太离谱了。就是还是忠孝节义，还是要在这4个字的这个框架里头。对。可是啊，现在的小朋友不只说这个歌仔戏的部分，其实像很多人也在担心说，他们看的这个媒介一直在日新月异，很多都在看 Facebook 啊，玩 Twitter 啊，玩 Line，可能都不看电视了。然后更不用说，很多人可能也不喜欢看书。那就是面对现在的这个新的媒体不断的这个演进。那就是您会不会担心说，那这样子要怎么样把这些最新的这些小朋友、这些观众朋友，他们的目光可以带回来这个传统的台湾的这个艺术之美？像我之前也制作的那个歌仔戏，也是隔了10年没有在电视上看到。那时候我就挑了一个很特别的题材，就是也是来自国外的变身怪医的题材。然后我的装扮在番邦，我就用比较现代的感觉。那时候就有很多。我刚刚有说过，连8岁的小孩都喜欢看都是你的小粉丝，对，都会唱。那我觉得不是说因为这些，我就觉得好。那时候我还有出原声带，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歌仔戏别人的电影都可以出原声带，我歌仔戏要出原声带。当时我们还推出线上跟观众聊。就是我播出几集之后，我就在线上开放聊天室，你们对这些角色有什么感觉？我跟观众互动，我不再很保守的像歌仔戏以前这样推出就推出，我都常常跟年轻人保持一些互动。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因应时代啦，就像我们这次的牛郎织女也是，我就跟现代的科技结合，也是很多年轻人来看，因为我们已经做出一个有年轻的代表的东西，所以之后我们还是会跟现代的方式来结合。来推出新的歌仔戏的作品。所以就是说，歌仔戏的传承跟创新，其实就是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对，然后就是要符合年轻人现在他们最喜欢的东西，他们习惯的东西，用他们习惯的语言来跟他们沟通，那这样这个桥梁就很好，就可以建立下去了。对，他常常说我跟姬丽如，伊的嘴还没开，我就看到伊的脑筋啊，我们两个就是很懂啊，很懂他，那所以他也特别疼我们两个。那我在这边讲，阿姨，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其实相信观众朋友也看到，近年来就是雅兰姐在主持工作上也有很多很棒的表现。那我知道说您之前有一阵子在这个大陆的厦门卫视，那时候真的是很红，因为我记得我2008年去厦门采访的时候，哇，就是那个大陆的这个民众啊、店家，如果一听到我们是台湾区的记者，一定会说啊，你们那边有一个这个陈雅兰，其实我们这边好红哦。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机缘跨足去做主持人，而且还可以做得这么好？那也是因为厦门卫视那时候刚开台，然后刚好跟我的一个好朋友简远信，他现在在大陆也当一个很红的制作人，那跟他很好，那他说他们想找一个主持人，那时候在福建地区很多人看杨丽花歌仔戏，所以那时候厦门卫视的台长就挑中了我，他觉得说，有这些歌仔戏的群众的基础，群众基础。那我们有见过面，那时候我也有主持过节目，也把作品给他看，他觉得说，应该试试看，只是试试看。那我去试的时候，也只是试试看，因为我觉得不要耽误大家。我觉得人家开台，然后找你去，万一如果没有收视率怎么办？我下飞机就有一堆人来包围，全部都写欢迎陈雅兰。我想说这是哪里来的？结果都是偷看我们的电视歌仔戏的，他们收不到嘛？对，都是买盗版的偷看的。对。所以呢，结果我一去，还好有这些歌仔戏基础的观众，那时候就越来越多人看，越来越多人看。那我觉得没有说主持人很好啦，我觉得就天时地利人和吧，也都没有人去，所以只有我一个。然后他们都说我很像他们隔壁的大姐姐，就比较有亲和力，所以他们跟他们没有距离，然后大家就喜欢看我。台长说奇怪，陈雅兰为什么连我们老干部都被你收买了？哇，所以就是雅兰姐您在主持上面也是可以说有自己的一片天哦。但是如果说真的要问您说比较起来，主持跟演歌仔戏，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啊？其实我觉得主持节目有时候像聊天，然后聊得很投机，或者是访问，问得很有趣，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歌仔戏还是我的根，而且我觉得，我是杨丽花的弟子，我有这个责任把歌仔戏再传承下去。我有责任并不代表说我有能力，但是我尽力去做。我希望，而且我觉得。歌仔戏真的是土生土长，是我们台湾唯一的一个戏曲，所以我觉得歌仔戏不能断。我希望说这是我们台湾的文化，我不只是歌仔戏专业演员，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人都要传承我们台湾文化，都不要靠只是说我们专业演员在传承。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很支持歌仔戏，不只是看我的牛郎织女，任何人有演歌仔戏，我都觉得你们可以省一点钱，花一点钱去看看，现在歌仔戏在做什么？我们台湾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外国人来，你都要推荐给他看。
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那想说最后，因为今天雅兰姐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尤其刚刚您提到很重要的是传承。那其实就是回顾在过去，真的您跟花姐，就是您这样子一个师徒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的确也是在台湾的这个歌仔戏的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页，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那如果说您有机会呀，要跟这个花姐表达谢谢的话，您会最想跟她说什么吗？最想跟她说什么？其实哦，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哦，就是感恩不会挂在嘴巴里，对，都放在心里。所以我如果要对他讲感恩的话，他也会觉得会起鸡皮疙瘩。所以我觉得哦，他常常说我跟姬丽如，伊的嘴还没开，我都看到伊脑筋啊，你听得懂吗？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国语要怎么形容？就什么喉咙那颗下颚好像有一个咽喉，对不对？有一个对形状。他说他嘴巴都还没开，我们就已经看到他在想什么，那是一个台语的形容，很传神。对，然后他就说我们两个就是很懂啊，很懂他，那所以他也特别疼我们两个。那我觉得我们对他的感恩啊，或者是对他的感谢，我觉得他都看得很清楚。那我在这边讲，阿姨，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哇哦，真的，今天非常的谢谢兰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个牛郎织女哦，就是8月的时候要在高雄跟大家见面了哈。对呀，干嘛？你继续。哇，好感动，好感动。哇，是有想到什么让您觉得？哦，没有了，就很不会讲感恩，好像觉得以前我讲到我爸爸也都会。真的，就是有点像爱在心里口难开，对不对？就是像我们台湾人也是这样，对爸妈有很多感谢，对不对？对，也是会比较，就是不好意思啦，对那种感情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不好意思讲出来这样。哇，今天就是讲到最后，现场的气氛好感性哦。刚刚雅兰姐讲到自己的恩师就是花姐的时候，也这个非常感动的落泪。我想当然有很多这个恩情啦、知遇之恩在心里，就是有这个千言万语，对不对？就是难以用这个言语来形容，那真的就是化为深深的感谢这样子。好，那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雅兰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当然了，就是也是希望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多多的支持这个台湾唯一，就像您讲的这个土生土长、最本土的、最具有台湾代表性的歌仔戏。那么也祝您这个8月份的牛郎织女的演出可以顺利成功。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您，谢谢。大家好，我是陈雅兰，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杨丽花教过我的话。伊讲吼，人只能羡慕，不能嫉妒，因为你若看别人有成就，你就爱感觉讲哇，伊哪这么啊熬，做个这么啊好啊，我们要跟随他的脚步，因为他是努力而来的所以咱得当欣赏人，绝对不应该嫉妒人，因为你如果嫉妒的话，就表示你的心态好像有一点不对所以他从我刚踏进杨丽花歌仔戏的时候，他就教我这一句，所以我常常就是希望看着别人的成就，然后给自己当成一个助力，跟别人学习。今天也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只能羡慕，不能嫉妒。